来提观咱台湾的国防防卫论性来看，这是汉光41号演习，今仔日已经是第7天啊。这是模拟了中国的军队来登陆台北港，陆军269旅是伫个新北的北里这个所在来设阻挡的措施，也阁有拖式的这个2比飞弹车是第1届来参加演习。另外，咱的宪兵指挥部嘛伫个台北甲新北交界的这万板大桥来演练专线封锁的状况。 警报车弹，汉光41号演习是要煞过啊！第7天抢侵防御作战，模拟解放军登陆上海，要侵入大台北地区。陆军269旅15到2前线作战，出动无价无人机掌握敌军的动态。 国军伫这届汉光演习，大量运用无人机进行战场情报收集，另外也设6座阻挡设施，包含透过自强演习定制民间的大型车辆，展现全社会防卫论性，应对解放军侵犯的节奏。面对解放军突破障碍，官兵是互相掩护，坐分把驾车向后面刷叮当，拖小2比飞弹车也头一届加入作战。 有真厉害的反装甲火力，或者观察国军结合现地作战，表解放军大力限制，互咱通用火力包围。国军模拟共军已经从台北港登陆之后呢，在新北8里这里进行大规模的集结，而国军呢也出动了这个云豹甲车以及托式2B 飞弹车，要迟滞共军深入首都的震惊中枢。这也是托式2B 飞弹车首度加入汉光演习，借由这种阻塞线加上火力掩护的方式，强迫共军必须走国军预设的道路，吸引共军不断的深入国军的主要的火力交叉地带，或者是主要的埋伏的热区。 刚一天透早，宪兵指挥部伫台北甲新北的交界万邦大桥，头一届演练专线封锁，防止解放军对新北拍入来进入台北市区。宪兵是伫现桥梁守备甲据点群作战，斗里爱思考防御工事，出动分把驾车、车尖飞弹，反制解放军的装甲兵力。 另外，攻击型无人机也参战，正做这个操演重点之一。宪兵出动他原有的监侦机先行做敌情的侦收。那侦收完之后呢，除了他们我们要这个排的兵力去打击之外呢，其实他还得到适量云豹甲车的资源，还有后方所谓的120重迫击炮的资源。 也那金防部14暗时是实施联合团花火枪实弹射击，出动驾车、各种的火炮，结合9大离岛部队，做伙执行防护射击。那既有战车、甲车等30余辆，那预计使用的武器有各式的榴炮、战车炮等3万余发。针对离岛可能加做解放军夺岛的目标，金防部强调，战争伫倒位拍，部队就伫倒位训练，透过实弹操演，建立真歹的火网，来吓惊解放军唔敢侵犯台湾。国视新闻采访报道。